评弹艺术的窗口，评弹知音的朋友，我是黄磊，欢迎走进苏州电书场的特别节目《月末精品》。苏州评弹走过了400多年的发展历程，经过数代评弹艺人的传承和发展，目前被公认的弹词流派唱腔总共是24种，可以说是评弹界的一大盛事。苏州评弹这种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不仅在评弹界，乃至戏剧界、文艺界，可以说是影响非常的广。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发展，这24位弹词流派唱腔的创始人，部分先后相继永远离开了书台，告别了观众。那目前健在的创始人可以说是屈指可数。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小飞调的创始人薛小飞老师。薛老师，欢迎你。谢谢。薛老师，我知道今年正好是你从艺60周年，又是70大寿，可以说是双喜临门啊！首先是恭喜你，祝你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对。那观众朋友都非常谦敬，你是不是给大家问候一下呢？首先向电视机门前的听众们表示感谢。今朝呢，能跟了电视机门前的观众见面呢，非常高兴。还特别邀请了薛老师的老搭档邵小华老师，还有我们苏州评弹团的孙替团长，以及我们著名的弹词演员金立生老师，还有薛小飞老师的高祖，大家非常熟悉的袁小良老师。欢迎4位，欢迎你们。哎，今天我们真是非常的隆重哈，非常的盛大这样一个聚会。那薛老师，我知道您在50、60年代就已经蜚声书台了哈，据说您是从小就登台演出了，对。那是不是跟我们介绍一下呢？因为我小辰光呢是欢喜听书的，哪会欢喜听书呢？因为我爷阿叔，那30来是个老娘家，我姑父了，这是侪是偏语。会弹会唱，所以从小我就听懂了评弹，而且经常跟得去到戏场里听书。那么在家国，我呢听到了朱耀飞先生唱珍珠塔，所以我去报了先生。跟至2年学珍珠塔，2年学珍珠塔。在刚开会珍珠塔呢，原来是在你播放60首，一首儿来诗。所以伊呢。评上当各位是国家关系，何文秀、秦香莲、梁祝，书目蛮多，但说得不好，我小奴们也不好懂的，都是看见剧本嘛，多少字排排嘛。当时都是10几岁的年龄，11、12岁了，11、2岁。那么唱是讲的，还不晓得唱啥，基本的学辰光呢是学个CD的。但是我都上学了，不能单唱 CD 你唱 CD 那么我呢，当时上学的曲调非常多，我就唱九云台的、笙的、余淮区的，唱城乡里的甚至唱过张调了。张调了，还唱过江的但是这些人嘛，这是音量当中的曲调，这话根本不去领会。只要到5年，伊建了第5组，上海第5组，组长是韦厚英先生。那么因为你要考评弹，没韦厚证的，所以定下来要考的辰光呢，半年当中，我到韦厚英先生拼档。搿拼档对我是对飞起，把我寻到了搿个曲调了，是我应该学的曲调。所以呢，我只觉得韦先生唱个调。一个嗓音啊，当我非常正，非常之正。那么我在地步边唱，我对听众的欢迎得不得了。等到你唱我上海总归是马上上升。那么昨天半年下来嘛，一个唱腔我熟悉。后来你还有种领导，再拼上当，我就复音当中唱回来等着唱出来嘛，我就听众像韦厚英，像韦厚英。那么我在高兴得不得了，搿是我在发出个大陆。但是唱的辰光呢，还有种感觉，总归不对，因为韦先生是担当的唱法。那么我呢是双档的唱法，
为先生一竿子弹一竿子枪，我也会琵琶的，有伴奏的。那韦先生呢，因为那个嗓音啊比较低，我呢年纪比较轻，嗓音比你高，我不能跟你一样。不能完全照搬。他根据我的嗓音比韦先生稍微高点。那么在我担当的唱法，包的双当唱法呢，就促使那个动脑筋去改。对，没错。在复音当中呢，这个到韦先生的韦先生的唱腔上向呢，有些不同。所谓不同，因为双当唱法的担当唱。又结合自己的嗓音，还有双档的情况进行一些改。所以人但是进这个韦先生呢，年纪已经个40几岁。那么唱起低呢，神。那么我年纪轻呢，不能根据这个神。他我神呢，听开听个小了，你这个大个了就是这样子。别人呢用劲，一用劲大个神配起来呢，所以到韦先生呢，也是有所不同。这促使呢去动脑筋。那么因为呢，曲调当中老想，究竟哪口语唱的这个听客比较受欢迎？韦先生一股劲唱，那么我呢，双当唱法是当中担保的3强，双当方面的琵琶它是意思的配合，所以听众听下来，像魏后音，但是有些呢还不像魏后音，是搿道理。所以先生当我讲，那个法子是对的，应该这样唱，别随步和我。那么呢，听众当中有印象呢，要到64年，搿个辰光学来风。千山万老师呢，小着开篇讲我的名字叫放曲。我的名字叫解放区。64年，那么伊两家里单唱的，搿只开篇唱过之后呢，在听众当中呢印象比较大。所以逐渐对你的唱呢，更加有印象。有印象。有来不是像外地唱得蛮好，从搿浪开始，慢慢建立自己的一种风格。所以但原来听众认为我是4S的工人哦，所以我觉得形成这个曲调，要靠自家去晓得对方曲调的特点，不做支持，要晓得自家不做支持，那是自家的特点，那么能够逐步呢，形成一种不同风格，所以我觉得我形成这个曲调呢，主要还是拉丝。不拉丝个外地不可能有我今朝的唱腔，但是听众的支持，听众的欢迎，那逐步形成。所以说，我还是要感谢听众对我支持。谢老师确实不容易哈，刚开始我发现大部分演员都是这样，刚开始先是模仿别人的唱腔，然后呢再结合自己的条件、自己的情况哈，然后再加以创新。可以说，薛老师您创造出自己的小飞调来也是来之不易的，就是经过那么长时间的艺术实践，慢慢创造起来，逐渐在观众当中能够获得大家的认可哈。真是非常不容易，薛老师取得这样的影响和荣誉，可以说是不仅是我们评弹界的一种荣耀，乃至是我们全苏州人的一种荣誉啊。那我们知道评弹都有上下手，那上手取得的这些成功呢，也离不开我们下手的功劳。那我想请教一下邵小王老师哈，您是薛老师的老搭档了哈，你们什么时候开始搭档的？搭档是53年的，对，53年，实际上是门前的搭档噻。搿辰光学书，51年我是13岁开始学书的，13岁，跟了半年，跟着半年走来以后呢，是搿辰光李呢把先生跟着2年这样子个，那么结果李离开先生，我也离开先生呢，两家头就拼起来搿辰光是非正规的，也没头天没啥物事，就是去唱兜片，辣人家书场里向来上学。书场里向先生门前，譬如讲早浪唱这一场，你门前去唱半个钟头，搭里两家头，等于是兜里，那么再有么就是拼双档。拼双档呢，我记得有一只码头是常熟76节，35个人扛满子。搿辰光我搭里呢1节3，没电灯的，这个台子浪向呢摆2组摆个蜡烛，那么设2组嘛，我搭里两家头。
搿道德经呀、山呀，这些都下来白相。搿14岁搿是神父。上去14呢，每年本脚本摆辣台浪向了。摆辣台浪哎，摆辣台浪，说得杀上火，非得杀上火。哎，我什么地翻的说，那么下来听他呢，也没啥个责怪唔得了啥，因为你底下先哎，这个坐辣个凳子浪向，下头搿个大家呢是两只脚抬不上个，因为你2个人出去辰光人比较啊。哎，腾空的噻。哎，腾空的，那么所以翻了个，那么30个人看帽子，谁来看3个啊？看3个，这个人啊也是3蛮稀奇的了。那么搿一只蓝虎仔，搿种蓝个市场蓝虎仔，2只大个树干，搿树干呢，一只树干呢，一半呢是开了海，搿个盖头是搿样折过去的。那么一个人吃3支酒呢，什么还来树干浪向？哦。那么听到以来，哈哈一声扑隆咚，就在手上。哪能写啊？光写。哎，这个也是，跟咱是一样。那么练个唱呢是用这一番功夫。那么作为我讲起来呢，我是这样想，我的体会。就是讲上水唱，下水衬托呢，就是讲上海人个听客是这样讲。你讲你到两家头讲啥起人家听上来蛮和谐相，就是讲上水个唱，下水必定不能休兵特举。就是讲练个唱应该突出练个唱，下水不能突出琵琶。那么所以练唱呢，我蛮注意的。那么再一个呢，气息我个琵琶，就是你个西洋有那个阿叔，我个娘就改的，就是改哆来咪发嗦三波是基本的。那么下来出去演出呢，就实际当中听人家听搿个收音机里向，搿辰光没得播台机，收音机里向有一只海头歌门，门只还多了，葛么连来只听。回转来了，到市场里向去，今朝搿个一只歌门是嗨得不得了，我是连听3日，就是搿只歌门。那么搿辰光还有一个就是朱三金来是个下水郭炳清来是，我跟过去上码头跟来那个半年跟过半年呢，学一个琵琶是嗨，那么就是讲推教好，听之下来转来自家练。那么第一个唱呢，因为是特句，特句人家听起来呢一上去，实质上你是让推起，那么就是个琵琶呢是必定你推起辰光搿只3个门搬进去，人家就听不出，乃是让推起，有推起声音，就是侬宫门打脱着，那么呢。要让上水唱得适一点。但讲我个机会呢，就是讲上下水配合，搿琵琶讲啥，必定上水唱要突出上水，下水唱要突出下水个唱。这样呢，就听上去比较合人。哎呀，这个听起来真是非常不容易哈，一点点细节，呼气的时候用琵琶来唱，这样的话就可以使观众能够分开他们的注意力。那么上海一个听客就讲了，你讲西来四个唱，你讲我听下来有这样一个机会，那个琵琶是比你快半拍，快半拍。那么实际上是快半拍呢？快的，只有努力吹的，还不能偷出来吃来。因为你是上头个连句了，上头个连句呢必须要吹，是讲一头呢，就是讲你比较唱起来吃来吃。对。那么你有啥样成绩，我也蛮开心。也是这个节奏就带起来了，哎呀，挺好啊。我们说到这儿，我想观众朋友也都了解了这个歇调的一些小秘密啊。今天真挺难得。好，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我们施小飞老师和邵小华老师合作的《珍珠塔》选段《婆媳相会》。神采我龙儿半，白云我为女设想。等到山河乡到后树楼。今朝天热，现场一重还人人风凉。旁边4个小伙团为4个女士唱，4个要去关上一声，说了差不啊，你还是送茶上来。伙团答应一声是。来里呀，送茶的不是别人啊。神仙叫梁荣的个商贩，也是葡太太，我早还是跌跌亲亲的舅娘，帮太太作孽。因为你是旁讲的儿父先生，当时死特行得该当，准备对好。不然4个究竟后当，本来的为家人泄露了。听见说龙个半，我三顿要来设想，咁么咯？等3日，他旁一旁头，关下里要上讲哦。
那个别地那个男人帮清分为红男已经死脱，三个对我终身，走去告诉老娘令我配亲，来太太是这个目的，今朝情由松锁。但是到流浪大道里向，沙盘忙正台子上向一包，一杯茶水里向挪一挪，不转身来一看嘛，哎呀，讲，山东手黑浪延长，眼睛蒙的我送杯茶到三事体，但是呀听里上称呼了，送到茶暗堂里向来不不。这海上个老不不讲，这是两兄弟长辈个队头上推的家郎，想到该打内外人不能不送，没办法，妹妹家打过来嘛，到县家旁边，做娘娘，面孔涨红，头神的，我被说，记得来得个气，这后一声。贵气精，请用上。多谢了，小老娘娘留下了。方太太开心，不害我老婆婆，害我老娘娘。娘娘身高大武，皇帝高知母，皇与娘娘。皇帝个娘只不过他与娘娘，今朝害我老娘娘身高为大，虽不害老婆婆，蛮开心，茶杯抱一抱，人往正旁边一立。那么现在老是出去上天等一等，李大子后堂里向老婆婆来送茶，所以身体上回过来不想水上多谢老婆。现在一看，哎呀，这个马上个来他。不是老婆婆哦，后堂里向人虽少，临时请别人家来帮忙的，来个欧香菱。那么你海参送茶给我吃，我害你老婆婆，你也不考我的。你看呢？茶杯做了子面孔上铺内外人了，首先将眼睛改开，老娘娘留下了。这个不对，这来他不像是给他乡下本地人问。请问老娘娘，谢子夫君何去？不管啥我办，当我佩戴时好机会，问我少上户人，谢子内部人红内生意哦，红内是啊，老娘娘，谢子。我的一副，那还回答，闲话说不清爽，四眼东啰里啰嗦，一动呢经不上，不多不少，回答了四个字：开封不说。爹爹后沟的香呀，心儿大。灵公拉口语真写诗，并不写诗，富贵居住备在山，应该去此。老娘娘，你是风中产啥年纪了？不开三百，去呀古文诗儿糊涂脸山，神梦归去。你想呀可以请我去。问我该打有亲眷，难得，那就是我亲眷。哎呀，是不讲，我准备等到来惠州去告诉老娘，另外派亲，我甚至要对我无心西路的。咁让我讲得感人的话，何否亲切？在山中居士，金风
神梦虚落。老娘娘，谢子，你家是开封哪一系？相不虚席。东归为头神色太平能抓。那我还认得一个叫太平庄，哪个认得呢？我本身就是住在太平庄，阿爷肛门识得油滑的，李庄不有。哦，李庄不有。是啊，谢家下最好人不知，我已经也打听遍地舅娘的消息，实在没机会。今朝一天，各位老娘娘非但是红头人嘛，而且离开太平庄不远，随了附近。可是我遍地舅娘的消息，你一定晓得。那么快点让我来问问看。凄美，旁边屋头为你死他，屋头打发眼盖，这四个长几步实在跨不过。不里晓得只是背里听也讲讲，谁叫带你屋堂里向来山乡，大上这个送茶的来，他是红头人是不得了的，门上门头眼睛门里都是一个人放清的事体。哎，谁叫三个么实在是相思病，说出去哎呀难听啊！最还么500人，只有我的老娘娘两高头，那么我还详详细细问问清爽。谁叫牵牛筋对着窗外的一看，咦了！窗外头4行干过3人楼，这个茶壶既是清静，也是风凉，不知里阿肯去。老娘娘，谢子，我一个人里动啊4行干过，我也不你也不计空有去飞。说，他想拿那么机会来着？但是当我在3人楼市场干过，也不难一步，难阿肯去。今朝就是也难步，难一步，我就还得难讲。谢记心，那部人李大奉陪。此老娘娘请。哈哈，我旁边四哥一看不灵了，两高头要到3人楼去噻。不像唔少，对面老太婆是蹲在屋堂里向，我不当你形容的。换个老太婆是个死老太婆，我得里去也是，接到小家门里去搓笔家，那更是一大去打过来嘛，谢谢啊。还是你到老太婆到3人楼去啊？是啊，四个一大去。为只要离开你了，你哪还去你？哎，二太，你不用废话。四个再去啊？不去是不眼睛，再这眼睛关上了太婆，我方太偷到边上，是男的太婆啊关上了，小家门大门都难，讲起闲话来吃社会做事啊。门在屋堂里上啥人带来再好嘛？你讲我意思他带来再好，不喊你老太婆喊你老不个，意受了。那么倘若有只上帝嘛，你要当我讲给，当你两高里出账37出，你拿3人，我拿7人，光浪的心是很精气吧，回过来，小小旁边4个小伙弟打过来问一声，这下，那么你也去家？也不用。小伙弟也不要去。是啊。我的不去再开心活落着，但是一把手机也该不理解。打过来说来还不啊？该把手机该不呢？是，不要弄错啊！不是不难收的。因为你当你小两高里到3人里去，那么围廊里花高廊，那几个辰光呢？倘是小条办的日子，你稍微得里收收，明白了？不能收得崇高。小叫马平刚吃好，收得从走起双峰子也承担那个，晓得了，还不能轻高。倘若牛娃子小叫走起还也承担呢，晓得了。真正难不是答应你3不了，光浪的4个小伙头等了该打，老太太他过来财务小叫小姐，是我们走吧。老
两高头虎虎如流。但是呢，他一面浪追，一面浪动脑筋。好生对我讲个，一步我一步，不晓得步的啥个，三个大子三分里，领口特进。那么眼睛问题，让我先准备，写记。不问了。太夫人，三定与红妆，他是不离周瑜爱弟帮。他们出着为郎，非出着正是风来水面是凉。你那天时绿叶人望呀，一片树声沙路阳，一人风一人香，他们依然为郎。老太太她是一路追一路想，是一是女爱是娘。她是伴我一步不认识，莫非他们认识我红梅的穷舅娘？我心里的迷不应用他为人帮。这位当路神都难启齿，昨日家家问读，想和我一步不认识，莫非他与李冰爱拉心，上这位与你生长在后内地，在那世事为之，像厨房相迎，气息是动，想对我一个不认识，莫非他也知道不必将我在中下，是因为就离我他乡的女仆，这今我们风中坐，车上的双风衣不可可的。他们和我一个不认识，莫非他不用我绿灯，在那此外他们是因为见我非比心上，知道女与举止引动，神都把么后沟呀。假如你讲那心里强么不我一步不认识，那我在他家会心那夫婿是人当是因为在那一步那样样了不计口人心灵上所以他当然也不争取来问应。他们一路思量，一路追，但那三人家国公司对，想来想去了，也不和我改的。啥么？我还当来刚刚清爽，先叫三十座房门过，你还是走起灵啊！家人雄于神作，谢谢。呀，老娘娘请啊！
在三城里神采我呀，部门帮不是相为得此结束。大家知道唱珍珠塔的名家很多哈，不管是老一代的沈简安、薛萧庆，还有魏寒英，以及周云瑞、陈锡安，以及朱雪琴啊，还有呢就郭冰庆啊、饶一成、赵开生等等。尽管他们唱的是同一本书目，或者是演的是同一段这个选段，或者是唱的是同一个选曲，但是呢，体现出来的这个韵味是不同的，可以说展现了各自不同的艺术特色哈。那刚才我们欣赏到了薛晓飞老师和邵小华老师演唱的《珍珠塔》选段《婆媳相会》，我也能够深深感受到了他们独特的韵味儿，可以说是非常美，令人回味无穷。那我想观众朋友也很想了解一下薛晓飞老师的唱腔的艺术特色。那孙团长，您是这方面的专家了哈，能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呢？今朝非常高兴，给大家来做薛兰诗这个周地访谈。那么薛兰诗的三飞碟呢，应该讲辣听众当中的影响非常大。你这个缺点呢，应该讲是从mod的基础上向，通过韦竹君先生啊、韦汉英先生，再到薛兰诗，这个是几代人的这个创作，几代人的发展。那么大家侪晓得，这个平台家有3个雷炮唱腔是在这个基础影响最大的，这个mod的、沈的、豫的啊。但是辣这个3个缺点当中，是mod的是最符合艺术史的一个基本的一种功能。为什么呢？因为你是叙事的一种唱腔。叙事型的唱腔。叙事的唱腔，而平台呢，最基本的应该讲是讲故事为基础。所以你这个缺点最符合平台的特点，平台符合的符合平台这个实施的要求了。那么虽然4个缺点呢，辣这个传统mod的基础上向，因为mod的大家晓得就是比较注重你个技术，注重你个艺术，注重你个一种语言的一种辨识啦。但是虽然是辣这个mod的个基础上向，通过先生的一代人的这个创作，你也有自家新的发展。就是刚才曾强虽然是自家所讲的，既要有mod的个精，也要有伟的个情。我这个两者结合一谈。所以虽然是个唱腔当中，我觉着啊，虽然是无论从艺术浪向还是这个腔口的推广浪向，功能的设计、三腔的安排，这个等等方面了，我觉着虽然是确实是动之不善难尽。因为呢，承认这个技术的唱腔，也能够辣听众的这个耳朵里向听下来，能够产生一种美感，这个也是相当不容易的事体。所以虽然是个唱腔当中，你包括节奏浪向，连续的切分啊，连续的个长篇的叠句啊，你总归是能够这个技术的唱腔里向，再能够使你有变化。运用是复杂音乐浪向一种这个手法。所以听力的缺点，基本上非常的流畅，非常的朴实，一点不做作的感觉了。但是同时听这个缺点的辰光呢，听众也觉着是非常的享受，非常的美感，能够得到这样一种的这个艺术的享受的一个眼光。所以虽然是辣这个一个唱腔浪向，我觉着是这个对平台的缺点的发展，对个modern系统这样一种缺点的技术性的音乐的发展，我觉着你是起到是非常重大的作用。你平台这个技术音乐能够也推到这样一个美的阶段，使听众呢辣这个欣赏的这个同时啦，能够感觉，能够感受到你平台音乐的一种美感。那孙团长，我想请教您，像薛老师这么独特的唱腔，那下手这个琵琶的配合是不是也很重要，也很讲究呢？对，平台的唱腔呢，应该讲你是源于那个资深复旦的琵琶的伴奏了。我觉着虽然是陈老师两位呢，因为由于李导是几十年的长期的合作，所以使李导的唱腔和李导的琵琶的伴奏啊，包括陈老师唱的辰光，虽然是个3音的伴奏，我觉着李导两家头是应该讲是一种构音浪向的一种默契。已经参与至层层技巧浪向的配合，一种感应，心灵感应，是达到至这样一种境界。所以说，这个虽然是唱这个缺点的辰光，陈老师唱琵琶，一方面是跟得穷来，一方面是非常的丰富，非常的难嘛。但是另外听众听起来也不觉得很修边得住的，很差。这个是我觉得相当不容易。
所以陈老师刚才就是讲着对谢老师的搿个唱腔的衬托伴奏的辰光，就是实际上让谢老师的唱一线。至于唱线者，所以那个琵琶拖上去，听众会得觉着一种非常和谐的、非常热烈的一种歌传。等于是唱腔是红花，这琵琶就是绿叶，要把红花突出来，对，而不能抢了这个红花的风采。对，所以这个整个曲调听起来这个配合，是听众是非常舒服，而且使这个曲调整个把它听众有一种整体的美感了。这个是辣搿个平台讲的，尤其是这样种跨调，这样种特句，这样一种特定的曲调，也起得这样一种伴奏演唱的一种配合，一种效果，我觉着非常难能可贵。也是挺不容易的。相当的美。听了您的介绍，我想我们观众朋友在欣赏谢老师的唱腔的时候，更能够体味到他的这个唱腔特色的意蕴了。对。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欣赏一段薛老师的代表作《二剑姑》。几回了，相依灭之意，不作平恩，像那番情子，他不生命，后知他在地人。想当年，狗日初相见，我是并没有起兵与宋府心，我是这一趟狼狈一三四退，我是那么手啊，向你许此的英勇。想想的听了这位孤单中，他们这种比赛是不容什么空隙，什么巨万生，所以替他是安排里不失落中，去那番家公子已经叫他出门水进正门。这是番家工作身家的，莫为番事出不平。那几下我的好心被逼那路给逼，他说的单抽勾搭，真正生的嗲的祖辈手比例呀。心所以他是被无人啊，心安如去，为呀铁铁铮铮清开云，使他不生命永不上门，听了在那铃铃这里我生意，但是在两句我的呀里神，我说的你呀三杯醉，到那十里林也要松林稀里沙沙啊，因那水侬呀想自己，为呀比他人们那几下，他是一曲三年。也不因那不人民后宫呀唱大情嘛唱大情，后边大乡人嘛大乡人，后宫进来有灵打来有灵，后宫打紫里厅打那紫里厅，后宫呀疾风什么路开他们集中待遇，那七家的我在他们身上已经得功名了家中啊，给背上门顶把那雨动击背，在那树啊水晶嘛为呀叉叉咚咚只唱的什么金的里，他是上门顶戏龙我戏里的。所以他仔细慎言，仔细想，大过去在我
是太后来发子本。好，刚才我们欣赏了谢小飞老师的《二剑姑》，真是听来如行云流水一般哈，又非常的朴实大方。我知道这段唱腔，谢老师曾经在1987年我们的评弹艺术节上表演过，当时是在开蒙大戏院哈，观众是座无虚席。当你演唱完以后啊，我知道下面是掌声雷动啊！当时金立生老师也在场哈，那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当时的一些壮观的场面呢？1987年苏州举办水家评弹艺术节，搿一个日子应该说是历史浪向以来规模最大。一趟我记得是闭幕式辣开明大戏院，大概一共也有16、17只节目的，总共16、17侪是流派的演唱会。就台上充分就是专业方方面面的流派的一种精华。那么我的三来四当时同台演出，那么因为三来四辣听众当中影响特别大。那个CF弹呢，是我特别我的收最听众，都非常欢喜。这个一曲二节歌唱之后呢，确实当时的场子的气氛已经达至非常一个程度，深受欢迎。大家比他听了侪非常感动，因为CF弹应该说是深入每个听众的神心，深入神心的了，应该说是三来四的唱腔有的非常独特的特点。那么谈到搿一个800年的评弹节，我也回忆到自家的三来四一个非比寻常的接触。因为三来四辣我心目当中呢，你搿个流派唱腔呢，是我一直是非常崇拜。虽然讲像马调、回调，侪是非常有名的流派传过来，应该说但是三来四个CF弹呢，也带是一定的改动出。当然，我不是否定是一般艺人的唱腔，是一般艺人还确实来不起，也非常动听。但你搿个CF弹艺人呢，也带是一定的改动，应该说是发展了马调的是回调的唱腔。因为我记得搿辰光三来四，我很少就听过伊个唱。当时评弹家出名，一对三上当呀，人家说是啥童男童女的讲，金童玉蛮还不像一对金童玉女对的。我分学评弹我就听了，搿辰光已经有印象。刚刚三来四非常谦虚，还那64年以后，还等到我的名字叫解放军唱之后来，人家就比较受认领。实在我记得了搿个主线3分弹的讲法已经来自于此。当时我记得我64年辰光，因为传统书叫再念不再的，因为经济革命嘛，搿个传统书侪不许收，侪要出新书。我搿辰光两头个头长于洪就对得我讲，你是讲吧，你去跟CCF好举报安全上片新书，当然要出新创新嘛。那么我当然呢，我晓得我内心是非常崇拜CF来是。我记得了60年代初，我在上海去听书，苏州评弹团进上海的上片乐组，我在3档3场乐组，能够送客的就压轴的阿台的没几档，大概是徐云芝、王莹，最肉的3群人阿台，但是也不是很多。后来就是2档，一档就是徐悲人、王玉祥，一档就是CCF3小。就当时在上海能够阿台真正不容易，非这的阿不来是听众不能加地位，我的也最最就说明你当时你个唱腔在上海已经得到了上海听众的欢迎。人家承认你搿个是CF的，因为有你个特色，因为一个流派的形成是相当不容易，也要专家承认，也要方方面面偏于要唱那个团队要承认，为广大听众承认的，要搿个几方面共同公认，那么那个流派你讲叫CF的，就很不容易的。那么我当然啦，64年跟CF来是在马队上，还跟过几张马队好唱片，我就觉得CF来是个唱腔。你搿个一气呵成呐，你看看你还呢有点像温吞说不出来，实在是相当吃力。你想
几十句里来唱，基本上没啥过门。这是我好唱的，再多一句咪到来咪，马上就里来。有辰光呢，根本就不带我们里来唱。你没你一定的内功了，没你这个功底了，你要唱出来根本下载不上。但把听众的感受，你这个唱腔，觉得舒服、适意，不吃力，还能蛮轻松。现在我晓得听众呢，觉得蛮轻松，你自家并不轻松。我记得当时你虽然是跟我讲，你看公台上讲还蛮轻松，不吃力。现在我下台了，里向的衣裳、后衫侪晒脱着，侪有厚。一个好的演员就是这样，好的演员了，好的演员，就是外表把他听着一种相对舒服感觉，你自家里向是非常吃力的，但你不把听众晓得。错的演员就相反。现在我记得我当时后呢，离开三来四年后呢，你看因为在66年辰光要排中片，中片蛮多，排中片我排过一只千万不要忘记了，我有一只山花来面等等。那么当时我想我好子三来四根子里嘛，因为当时呢。还那文革之前反霸西上，就是海上三来四啊，就是西上的这个，谁说好难上片了，就是我们来四。原来因为种种原因了，因为我们不合算了，所以我就反唱那个电台，也反去好个上片。但是中片呢有合算伴奏呢，我记得我当时呢曾经唱过那个电台。我记得我那手头上呢一直在中片辰光，虽然是专门来听过我的中片唱腔和那个实在飞的。徐老师当时听金老师唱的时候感觉怎么样？没有唱的。现在是那个，实在我晓得我们呢比较搿样比较笨，分个很嗨的我虽然是个流派，我得继承我来，因为我当时觉得我这喉咙比较干的，比较亮，他的音色不大像三来四。但是我学得蛮认真，也看起好，自家讲学得还可以，实在呢分好像啊。因为原来我学个诗关系，我学个杨雷武，原来这个诗呢没有看过这种片子，再加上原来是新诗子，原来因为河水没担当了，原来也或者口才或没有变特子，这个部上片呢分很还继承我的蛮有感。薛老师是不是觉得也挺遗憾的？但是那个 CF 呢，我是唱过不少，我记得我唱过，原来我这个歌对面的交关曲我也唱，但是我呢就不像善良了，你呢可能比较聪明，学得非常快，我呢不活汉，所以觉得可能有点对不起谁来，对不起，但是也是蛮认真学的。确实，这个流派唱腔一定要这个适合自己的嗓音啊，还有它的书目啊，才能够体现它的一种特色来了。但是我跟你辰光收到支持，那个CF的，包括到楼上各种模团上对这个电台是非常欣赏，各个听众非常欢迎。艺术家谈艺术家，听来真的是非常的深入又全面哈，使我们更了解了这个小飞调的它的特色，它的这种特点。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欣赏一段，薛小飞老师的代表作品呢，就是《珍珠塔》方庆见娘当中的一段《诉恩人》。这段唱腔呢有一定的难度哈，我们来细细的品味。母亲，为娘在3年之中得遇恩神，并不虚神，是待我把恩公加授于你。你呀，拉拉军机，将来代替为娘，许是够恩人。真的。你在3年之地，立不为娘举头举，颂扬家儿啊！出门。正颂扬，正是风雨不风，他不灵光。像那追击中，他们明后郎会把相送动，一路送路的是杨青儿啊，像你女的无家营。把那功名谁么挥发的恩人，你不能放。像那追击中，儿那疾风风，
他能送你带在往来马马市场。家分你不对娘们亲儿啊，你是女的无家人，把那功名利他们塞拉的恩情你不能把打来你三个家头发，我是几百祖先地上。向那挥发民家西回去，他们离我开龙居，定家孤独养亲儿啊，有女的无家人，把那功名随了一己的恩情，你不能给他们分手，那你家既然金钱要相送，我们只因为他是失去男人，是痛不可当，所以给予我不去不受距离比那为娘是能大想养亲儿啊，像你女的家人把功名随，地上的恩情你不能把。在那居松的我闻凶下水，像我这当你在那一步内呀，你心灵上，所以要在万里路上来面儿郎，像云的那四百法语当家具，我们一年来相去受动，是姊妹行常所为娘，在那客地方向我姑过一群，家家有地装亲儿啊，你是女的无家人，把那功名随那当家的恩情不能对吧？俺家爹的是那一种为女在你乡啦，到那市场过，他来分银他们我们不的相逢，来两行亲儿啊，你是女的无家人，把功名随别己的恩情你不能。咱们他是某个无良亲娘，去兵法父母与师公，他是陪娃西大一当呀云的为娘，是新人相亲儿啊，你是女的无家人，把那功名随嘛自己的恩情不能给他们为你那么长途往奔送衣服，他是海角天涯杀人下去那么亲儿啊，你是女的无家人，把功名随那万分的恩情不能给他们别记不来，太平当太平日，自然爱中来分爱他们常所为你啊，死而我在床，他在帮着侍奉，在送哟他们亲儿啊，你是女的无家人，把功名随那才子的恩情你不能放。好，刚才我们一连欣赏了谢小飞老师的几首代表作品哈，真的是听来是非常有特色。特别刚刚像金律师老师说的一样，其中的叠句很多哈，一气呵成，像行云流水一般。我想这个唱的时候难度一定很大，一定很讲究技巧。那袁小兰老师，您是谢小飞老师的高足哈，唱的小飞调可以说是惟妙惟肖，能不能跟我们透露一下呢？我觉着我是非常幸运的，是今年3生是既是30大寿，也是送年60周年。那么我岁数就结100岁头，也是我庚戌30周年。因为我辰光1979年征途，第2年80年了，就跟先生出门考证注册的，咁么实足也是30年。所以搿辰光跟先生办，是因为你先生。我开头有点哈，跟先生肯定从先生像全社会一样，面孔开白，但活动了大兜口了。结果呢，先生一夜翻译走的，搿非得翻译走，里夜里欢喜吃懒醉的。
那么我打声音坐辣里边浪向嘛，哇，花生米包啊，猪腿肉切切一袋，连买一袋吃，一袋吃了。搿个个辰光，伊先生就讲伊个从艺经历啊，讲伊个艺术特点啊，那么记得特别来，是我在非常轻松的氛围当中，不是硬劲逼来听来之内对好，所以印象特别深。所以别人讲是初恋是印象最深，我初次更是印象为深，所以一直记张马头来记来个带罗达。那么，所以呢，我开头是白皮包的好珍珠塔，但是呢，因为我怕啦，白皮包一直去搿种山寨了啥个，就是我啥，我搿男人有女娘娘好听不习惯，所以我一根书我他拼命一直让听茶水个书，一直听茶水书，那么就我一听，第一趟一听就欢喜山上个雷帕子，所以等明年。81年我去参加上海一趟，搿辰光大概是就文革结束再大规模一场会试。81年西藏书会试，81年是西藏规模强大的。那么作为青年代表，我去参加我想唱啥物事呢？那么书呢是个梅花梦里向乱拍呢，算来算去最唱西藏的3飞台里向一档都唱。那么我辰光最19岁了，这个阿拉里向不起眼的，但是搿一档唱片唱好。我是对得了浑身发抖，唱的也是哈，1000多个人第一道上场，好似1、2年了，第一次上场从头上面。那么最后唱个只雷炮是鬼说好的，所以看搿一点是，把个只雷就给我唱下去，我的哇，怕谁上海听哦，小飞调，再拉我的海。那么我再搞上那支电台嘛，一发不可收拾。那么从后来开始，我就从演唱会啊出去，我总归是唱3飞调。那么。包括一些你种青年的演唱会了啥啦，包括演出你弄小飞调，一定要弄卡台的。所以这个是怪说好的，你肯定卡得来的。这次呢就是搿只乱拍，听众特别欢迎。我每次演出，他是分唱3飞的3个乱拍，我就背喊个小飞调再来一个，我唱上了小飞调，哇当，我一直这样我的喊，说明搿个观众搿个喜爱搿个程度到搿个啥个地步。那么3个团队呢，的确是相当有特点的。因为有种硬，包括一般性不是很难啊。听众你听们都唱珍珠塔个嘛，还能侪差不多。还是听出来，因为特别一种不懂平台个，听来侪是东啊弄地东，侪差不多。但你懂个时候，搿个平台相差一点点，就非常不容易。像3个乱拍，我觉着因为自家根知识、八知识呢，就是也仔细的研究一下了。我觉着是立了神似，随着立了模拟的在基础上向。你并不是全部推出去的，那像我会比较欢喜开汽车，像你国内一种汽车了，你过这2年第二次测试，我再打你只品牌，我再发达高子，发现国外搿种名牌半模汽车，你再改款，但是你个钱那是2开半模的，那是那个双层的一个双腰的特色，中国来改来改去，搿只我看是半模风格。那么3个3匹2也是啊，你随从模的个汽车上向。搿个一个地质成就来，不是夜好出去，我得发达高子。然后我是从语音箱之类开始听起，韦觉清的辰光就比较我们现在说叫原生态，相当原生态。而且搿人讲硬逼爆，跑龙3百箱，你唱起来叫先生我也来哼特两声，他先生那个方清儿是进火源，方清儿是进火源，那么跑龙3百箱了，白的啦光芒啊，神啊自啊的望天安神照，众情安东极。那么有出来的这个我个他先生的韦文来先生，那么得意从韦觉清浪向就是分呀笃定三十偏一唱起来，你再唱把青小加声唱起来。飞呀人路边呀心恩山，真啊是路边的瑞呀两一根路边的都为东山。那么所以在先生这个一般浪向呢，我就觉着先生了啦，暗示或者发声，或者勇气，或者技巧浪向呢，才有这一个新的飞翔。因为你基于搿个传统的暗示，因为艺术传统艺术不光是传统艺术的暗示，侪是相当严谨的。那么现在交关人去情况呢，包括我出学辰光呢，要么是看金的马很紧，嫩的拼，伊是红毛的有个硬区，一直去嫩，实际上身上唱嫩穷噻。那么你不晓得后面这些活3百下嫩，拉筋。记得我们市政府站台有一个是像个秘书长讲，虽然你唱嫩点呢，比如硬唱了，嫩点。那么身上实际上这个
精髓，第一是难诗。你一是唱得快，一是句子多，那个诗个个拨人家听清爽，三点日嘛见，个个字也出来。是。那么但是先生唱既然是摆出来，也速度快，速度快呢也运气，运气相当那个，也推下去。我觉得他气接不上。哎呦，我第一场唱8一年唱，真的浑身发后年是唱过来，后嘛打几人嘛，发都有水浆过来，但有出来水浆脱的，椅子根本拨不动。所以搿些辰光唱，搿个就是讲，就刚入门辰光会分，连家里个精髓是凭金的凭力气唱，是搿就是外部看来，讲起来是讲外部看来讲起来的也是，那么呢，我会得就讲既然眼是清爽，也推下去，外加关键为技巧。那么先生因为是毕竟已经是现代化的。近代的一种流派了，讲究技巧的了，你让很多的时间来为上腔，实际上有当我讲领导很多这样的张烈的腔来挂起来，我记得搿辰光吃三瓶黄水，先生跟讲一个，有句跟从张烈里话过来了，跟随啊，就获得先生一句腔像穷好听的，叫了空气什么句话大灯。我就唱是先生的，比波腔，你就是张，你不讲一点都不晓得是张的实干真我是比实干个种流派，但是上我听不大高了。但是搿时候你在讲，你说推过不来，把但自家个唱腔里去，那些实干都1-2秒钟些啪杀一个花腔，搿个难度是相当之高的，而且搿个发声。这个为这个运气的位置，像来先生呢，各声音比谁啦一大，所以也是往前头推，这个声音也是上，前头来谁啥谁啦，所以带一轮喉咙在我身上不讲气沉丹田。所以我觉得先生这个唱腔是非常非常的费用。确实评弹这个艺术就是代代相传哈，我们也希望我们的青年一代评弹演员能够这个充分吸收我们老一辈艺术家的精华，同时呢能够青出于蓝胜于蓝，不断的自己在发扬和创新。一定跟我先生听众们的希望是吧？这个艺术再传承下去。你看看得出啊，这个我们这个得意门生薛老师是非常满意的。当袁小兰在讲的，薛老师一直点头啊，小米小呀。好了，我们再来欣赏薛老师的一个节目哈，《珍珠塔》中的另外一段作品叫《抢功劳》。这个作品我们电视上播出的频率呢并不多，可以说非常的珍贵，一起来欣赏一下。沈夫人起先听见方清比这个大师先生专制讲话唱是大人者，大致屋里在外头准备当面见面嘛老婚努力赶出去，但是等到旁头一看不对，说啥么今朝三路大师打扮带了种气泡，根本不像最讲话。那让我问看，究竟3年当中呢不听到这几讲里，听到现在听得个盲门人梨花眼笑靠我，开心地说想做官职，但是3年当中的竞争力，现在听到马云定性经常顾客们要进关子，上门看，大人了。公母大人，你马明马姓经常改革，真是快讲下去。该送走姑娘我。公母大人，退水告别。讲啊！我去批本家谁让的，吃八个别第一名。说，乡试第一名高牛羊，3牛当中1牛已经上岗子。杀拍马屁！哎呀呀，恭喜亲人，你是鸡牛嘞！公母大人，这谢鸡牛好做戏。出这个难题，马屁拍了马脚浪，谢高牛有啥用？不是我来那喊我，哎呀人，原来真样你。别人欢喜我心间，怕的是为牛飞。比中方亲事，那吕布称为2月里，马蹄搭匹樱花人，为
好女孩子，为师第一名为牛，3牛2牛已经杀光啊！是啊，再怕马匹，哎呀，恭喜亲人，你是为牛来啊！三下为牛好做鬼，马匹马脚上踢出来的，是了，怎样啊？别人欢喜我心间，怕的是耍牛皮的地方啊，亲。19金人如来，金地收拢茶心嫩嫩明，那顶加三名双棒腿，都是扎金嫩嫩嫩天子的鬼门三。是啊。眼睛子，三顶岗，妨碍信杀奸杀，偷花信杀奸杀。哎呦，这让个上牛做，上牛不是信杀奸杀吗？哎呀呀，大人了，公公大人，耍牛来意，信什么奸什么啊？说问这耍牛母，哈哈，这哈哈，个名字难听得嘞。不过，哎呀呀，大人了。讲什么啊？那耍牛既是我为牛神东子，这上牛真是为牛人，为牛杀人是难。那么上牛便说的还是难放轻。哎呀呀，人啦！公公大人，这是来的是耍牛来意了。真是。总之上牛高师啊，总之结婚了孩子。啊是啊，满门人现在晓得你打我不对的。打蓝头子呀，做什么蓝头子我农终身配不离的呀？现在我也怕你马匹，我就让你打我日落，蓝头子打我三项目，我还多个帮手。有办法，我的老过来去。那么蓝头子攻了枪里过来，马上归在四方街里，斗争16万天，风尘最死。我的马正里下去，哎呀，害人了！公公大人，山顶顶风筝机也但是呢，与你随机一般啊。多谢公公。那么后今我也与你讲明一桩事情啊，害人。3年之前，并不是老吴头也把女儿终身许配于你。哦，乃是我将她再给他举送的。哦。我将他与你离姻的呀，哎呀呀，而今么还结了，你们是我的亲亲的婶儿啊，也是我的女婿，我们是你亲亲的姑娘，是啊，还是你的月娘，哎呀呀，手机人讲起来嘛叫没完。天里爹爹没得大，我是一杯水对边的，我与你是一杯不凉，有23位，我是凡出双你呀不下面可记得，我们离饮酒送顶上，像那老头，他是比某回家乡人，是他绿与你身躯，是绿不绿你心，所以没奈何当你订婚。他是肯意我东边离饮酒。像那老头，他是上有不的小羚羊，什么事儿啊？那对你们那样，一不风梦大事，下面生不大来，又是心不灵么来，这走走你呀，心事都不爱。
里，我既然不虑西屋里，我是家乡呀，我做北府营八里红内的方下兵，带女人那丰胸花季的功，另外那地下一家都让良心比，他是阿父为送兵。定终身那口口声声也都来混了，我是他们你这老糊涂，又把你这老女人你也都来混命，一辈不能守一守有家，一日大事金分金家，再说民心恩惜。家的爹子，另一家门，引着我们姑娘大理如的呀，定了事儿啊，像今这里也一肚子生意，比拉少妻子里送的也送一送明了分这里，这当姑娘心里那姑上他们拿的我姑娘。是哈什么老糊涂，也是天边啊给我的来死呀！真的是让人我与你，乃是的的亲亲的亲公事，又是一种情长，是两种情，我们两心相依呀，你心。怎能动起理智，情不说。不必心肠再反应，那何必那是西周大话一日生所以事儿啊，为嘛你们不把我走走你呀当作为对神？哎呀，公大人要把苏姑娘当作为对人啊！哎，是。强公了，到此结束，请听我道。我们又欣赏了一首徐小飞老师的代表作品《抢功劳》。徐小飞老师，我们经常收到观众的来信啊，希望我们能够播放您的作品。那么有一个信息呢，我想转达给两位老师，观众朋友们的强烈要求，能够我们电书场呢播放两位老师合作的长篇弹词《珍珠塔》。我想两位老师肯定会满足大家的这个愿望的，是吧？那是你答应我这应的。哦，已经让殷老师来录。哦，好的，已经定好了是吧？定好。那这样真是太好了哈，是一个喜讯哦，我们就可以过上一把瘾了。好了，我们再来欣赏一段谢小飞老师的代表作品《珍珠塔》选段《方庆见娘》当中的一段。最平台头的谢小飞上线话一出方庆见娘，方庆彩屏引领准备八平安见娘。但是呢，太以3年当中历经2千几个儿子，特别去年头后准备成西路四顾究竟安堂将近1年，这只有儿子的消息，不看见儿子的人。这日里向千计，夜里向梦头里向为旁头的方庆，特别老再近。半夜才刚看见儿子来在，把那子儿子抱头痛哭，等到醒出来一看，倒是搿那个枕头。等到哭子一拍，儿子也追在老那里衣裳不让里拔，张开眼睛一看嘛，原来老了一点皮头。讲儿子啊，你再不来金山金世母子不能见面。昨日夜里向做那个梦，今朝告诉个四姑儿子他说儿子他我这么样西夸子，是了他你哪还晓得那样西夸子呢？是昨日夜里向我做那个梦，倒是张开眼睛一看啊，我个人神困缩绑，绑了一大头个手头浪，
而且昨日呀，身浪向龌龊得来，这个气了，走出走进，走出走进，还是我呀死夸子。把那个水果白个本领500，他马屁拿手下去。眼睛一转，脑筋一动嘛，这东西烂塌塌，红西烂塌塌，你非得不回事。我晓得，你的公子要走至豆腐也来救男子。这男的还会晓得呢，是我会想梦的。那梦头里向神困说放，扒了手头浪向，就是公子要走至豆腐，打来上身，受个欢受。那还会身浪向有气走出走进嘛？因为走至豆腐啊，搿点文武官员侪要来拍马屁，三个气这个走出走进，走出走进。老太太一想而已，辰光差不多，准备要吃药饭。班长意思他还再去准备嘛？一个子受了中间，不然唔说腰里向困得上了。一眼看见儿子夸子，所以眼里上滚下来，哎，礼平公义，心虚子，识字是哦，义不爱，可怜我杨氏名堂多处，是缘不济。儿啦，我记下今生母子，可能相见哟。想了你，生父已相闻。战狗神，我都记得哟，三辈子一年黄金是余生。想说比生女在情义，我是那是空门与那个分，不是太平上文语，定是王纷纷人，可怜我三世听香下不去，一等勾引不忘魂，可怜我终日是后不见，把那你今生我打你虚身。那几下在那不义三更，母子松梦相见，仿佛一树在那太平村，母子同守别离心。那几下荆棘残破都有梦，既然做梦，我是何必心那带去，永走那梦中神。一理想办法让你，只要理想能够见到你子嘛，那么说着两个梦，一家老水手之我起变心子。儿啦，儿啦！你来他那千几儿子，外地彩屏林子当天已经带子给他上场跟随着，
蔡姑娘回家公衙出来等一等呀，我进去通背上来太太。得，金发允许在太太门前博上是下跪，老太太虽然小比彩萍及老太太。听见彩萍来，这是老太太眼睛弄个眼里看一看他，面孔上下变得笑嘻嘻。至少前脚哭，现在也笑，因为你见彩萍破。平常想着儿子已经很老。彩萍看见回到屋里，刚说成语时，成功到庵堂里要求理精神。这老太太那三等庵堂里想得个儿子要夸生气的。那么了，老太太从此看见彩萍，哪怕哭，马上不哭，变得笑着。像现在时枪一了狼哭啊，要进眼里看一看他，面孔上下笑眯眯了。哎呀呀，我当时的。原来彩萍来了，是，快起来啊！多谢老太太，多是比肩，夫人老爷夫人小姐身体都好啊！多谢老太太，我家老爷夫人小气都好的。那么你好啊？多谢老太太，小弟也好的。老太太你也好啊？像我咱们说哈，这不要是下来花子。那么就好三点吧，我也好啊。彩萍重新过来，忙着来太太门前拨了读一句：“啊，老太太，小弟呀，恭喜太太，恭喜你，老太太。”不懂，怎么也把俺别听夸的为喜事来了？彩萍呀，想我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喜事啊？啊，老太太，我家姑爷来了。哪个来了？谁是太太的儿子？包公子来了呀！我是我家儿郎来了。是。哎呀，好。老太太听见儿子的，两只眼睛一闭，人望正背一个嘛，字里海上也要不到堂子上头。做什么不灵，也是做梦帮着儿子。那么上得新出来呀，多亏一场哈三娘我头心里呀，再到堂子头，头子半夜等到张开眼睛，对上两旁边一望，哎呀，神女郎中间，那么难道儿子真的来着？哈三门彩萍看，确实，彩萍人也不看见个。那么老大记得你好呀，彩萍已经奔到上床老头，到方亲旁边嘛，故意。彩萍姐，老太太在这里边，请故意进去吧。是。昔日本堂为母命，今日中即是亲。母亲在哪里？孩儿放去来了。家里向一碗不举在子了，星期五扑到娘孙了，去两只手拿娘的脚毛头割了毛头痛苦。哎呀，母亲，娘啊！这个声音3年分听见，现在听见娘汪啷一面哭一面老喊嘛，确实是儿子来。老太太眼里那啊都湿对，洗两只手拿儿子，面孔风一风，这悲喜皆是。啦，母亲，今日母子相见，莫非是在梦中？娘啊！说得太太今儿绣花，
千分骨，比作百分伤。他是来意糊涂男子气，太白衣孤儿郎，双手携来蜂蜜嘛。说了青儿郎，毕竟三往后去。天呀，地脚顶慌啊！你是九八岁呀，我娘在故乡，你儿在外，我何必嘛风中捉，插上的双双风，可须责备。不出与谁计下，因此灵儿出门，想为娘子谁别离家乡，一个家人那么天里走风霜啊，落月大香呀么路过那举松的女那风两么三两两大都让是梦，一见我儿郎都是那你姑内呀，是女将两夫问口即是性命伤所以为娘这是悲戚呀，自己呀也明白。我得当我们母子今生难再见，因儿你今朝打一场是有得一种来见儿的。娘们倘若你们在隔一年并不在，深空听娘要上一下么你这哈带下腿马可以上方今听见自家娘讲，我们心里更加难过。娘为子我儿子吃子不下苦头，我3年分看见自家娘子，快点今朝让我来看看自家娘，手眼睛都抬起来对娘一口。所以娘一时来一时睡，对方还是想把个多3是为子我儿子。哦呀娘啊！那瓦粉菜
难了。虽然姑娘不好，终究是你增长，不可受此后矣。是，快快起来。多谢母亲。弟子下级不寒。一定了。新贵富贵杀身，因怒黑白把一地成。
听得方清的头越人越大，越人越低，想得该到的出人，眼球一红，要哭出来夸张。那么方清啊，你非要向我起这个，班长里想混他个是。不了强大推大是履理想，幸亏南国中士必平帮，巨大经理想，满民必定心肠不可。李中三女切伤心物，现在奉旨都周亲，哈哈，又是一块鞋子起来了还叫啊！想想，为这自个困难比这个鞋呢？这样子，再来重新再想，第一周不来，第二周别想哭得出，实在没办法。哟。望空上牛要有句那个话，那他们讲财土不是药，事事用得着。眼里不么两个，他俩做财土讲究孩子，只要非不两高的看见，一想么对身体稍微不做，手续举起来稍微做一做么，放清其他的例子。身带治理，实际上再点财土，没影响，眼堂里踏上去。总想不晓得，画笔旁边彩屏一看，哎呦，现在是他财土，那样是夸张啊！看上去也是一条上当对吧？那么现在不想等些再讲，就方清现在高考，但等些真考还不相信，至少我们两个财土上出的毛病。现在他还人灵一灵实，身体不住呢。呀，姐姐，说啥？想在3年之中太平娘亲，一时出于无奈，我讲出来，恐怕姐姐一夜伤心落泪。呀，姐姐呀！家一生，真机哎，家破谁离心？江红能北极发一样能，我是想想崖上起风如地，南头空空。大太平真是真去地几许次，都是英勇不言生。我在你几几中斗功大事，向你举目不清的真人。从今来是终身了英勇，有几多少，都为那两世纪内事。定了定义起兵定下，难以风雨，终日起的呀定了玉贵，不得其山神。若是在中国取心不计，以空气不下才明，生了修容了气得实，可责任假若不风雨，常大人的实在我爸爸的娘，风趣不长心。太平山上去，大地下的灯当，我记我夫人要许不知足，因我觉得我一生为然，一生都受益我。恭喜你不问乡邻啊，都是那个去年3月里乡，今那晚本来是。永生讨下乡人。
来过，我东大神风破烂，银子呀，我来娶你，真要有下一得起我不起家营，以后说出名句，欧不两人在太平庄，是梦。什么爱人不知今如此来，但我若不下之名大去，凡所以今这里么定呀很远，自己不为难，呀咋咋只比咋一名，遇得娘儿两地呀破肚。开下的口里一定要讲明的。是，同志扩手大事结束，请听播放。好，观众朋友，在这期的月末评弹精品当中，我们和大家一起过上了一把瘾哈，欣赏了我们薛小飞老师和邵小华老师演出的一些经典的代表节目哈。前不久呢，在我们苏州文广局特别为薛小飞老师举办了个人的专辑的首发式啊，可以说是很多业内外大概有100多位朋友哈都到场向你表示祝贺了。那在这里，我想再次代表我们电视书场还有我们广大的观众朋友们，再一次向薛小飞老师表示祝贺，恭喜你哈！这个从艺60周年又是70大寿，同时呢，我们也祝愿邵小华老师哈，身体健康，艺术长青。谢谢。那刚才呢，我们欣赏的都是2位老师的一些传统的曲目，接下来欣赏一首比较现代的开篇，叫《我的名字解放军》，一起来欣赏。大雨倾盆，离离婚，东西乃不能听听。听那公路板后狗扩声音，一声大声轻轻呼，把那一句语意披上身。大声啊，你从哪里来往无指引？可你急急忙忙有什么大事？公子啊，不杀不与兵，收回去。我来自哈尔滨。
人啊，你休下去请放心，待我来送你们走进衙门。所以他把那八股接过来嘛，孩子偷精神，请他浑身发抖里儿听，立刻下了自己的衣带，披上孩子的身外把入了身躯，一呀听见听了是他孩子啊，流血啼哭莫伤心，下着岁岁下日与我的神，在那当日的狂风吹来的急，大雨下不停的手儿他，玻璃下用不在心，他是一口红心为生命。冲锋加步真相信，因了对他们是10多里老人嘴里呀两家子，既然满城等候一皇昏。风雨下一身，披了衣裳就吃力呀门。他们一在家里内是公子啊，我只是女的心，不知你的命，家里新人民的。他匆匆最真经营，在那风雨中受来下声音，受那岁岁下日后废话语定，我们军民本是一家人，刘叔叔回家许一门，说呀等我姓我名，那里是中国人民家邦啊好，非常高兴和大家一起共度了一个难忘又愉快的下午，欣赏了谢小飞老师和邵小欢老师合作的一些精品节目哈，真的是脍炙人口，意韵悠长。听来，那么在这里我们再次感谢2位老师，还有我们的3位老师来做客，谢谢你们。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祝愿哈2位老师身体健康，艺术长青。谢谢。好，观众朋友们，再见。再会。